继续来看是这个台中关会中心的货库，目前的存量真严，需求量上大的 O 型的货，剩6天的库存。所以来中秋甲国庆的年假，民众出去佚佗，这个关会量一定会大幅来降低。所以关会中心提前来部署，号召民众来关会，而且甲今年度入选到必比登推荐的餐厅来合作，只要来关会，就会当食到必比登的美食。 这招果然应效哦，请真侪人来排队抢要关会。排队哦，要上号码牌哦。关会车的门还未开咧，已经有民众排队啊。因为关会当救人一命，买当免费吃到必比登的好料。看到海报，然后有必比登的美食餐券，知道今天有送餐券，为了餐券来的，有吸引力，对不对？才特地过来。 蛮有的其实价值300块。为着鼓励大家去关会，送的礼品真正是愈来愈澎湃。台中这个关会活动，关250cc 的货，送台中入选必比登的餐厅富鼎王迪卡，或者是金金园草地仔饭2个选一个。另外，阁有电影票1张，冰淇淋招待券1张，价值超过600块。而且，若是一摆关会500cc，就当摕2份。刚好现在正在这个光环上，然后用这个光环来，希望可以拉拢多一些人来做这个捐血的活动。用必比登的好料来吸民众去关会，这是因为货库即马量无啥够啊，平均计存7天，其中 O 型货存6天尔。过来拄到中秋国庆连假，民众出去佚佗，关会量可能会落降，所以关会中心才会提早准备，甲民间团体办活动，呼吁大家做伙去关会。